大家好，歡迎收睇同路點評，每日精選焦點新聞，帶你快速掌握澳洲、香港、中國同國際最新動向。記得訂閱埋同聲同路人，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更新㗎喇。澳洲近日多名同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有關嘅人士返回澳洲。前內政部秘書長佩祖洛建議修改臨時排除令制度，取消政府現時必須批准返澳申請嘅安排，改由內政部長按個案決定。佢亦建議修改護照法，容許政府根據評估暫停向可能構成安全威脅嘅人士發出護照。不過，工黨政府認為完全禁止澳洲公民返回澳洲可能違反憲法，亦可能被高等法院推翻。法律學者指出，要證明個別人士構成無法管理嘅安全威脅，法律門檻相當高。但問題係，如果政府最終冇辦法永久阻止相關人士返澳，俾佢哋留喺海外係咪真係安全呢？相比之下，返回澳洲之後，執法部門可以透過情報監察、司法程序同社會監管，更直接評估同控制風險。今次事件亦反映澳洲需要面對嘅長期挑戰，點樣喺維護國家安全嘅同時，避免削弱法治原則。ABC 調查發現，多個中國電商平台同網站出售嚟自西澳、維州、南澳、昆士蘭警方以及澳洲邊境執法部隊嘅制服產品。記者購買部分制服檢查之後，發現外觀幾乎無法同正式制服區分，但暫時冇辦法確認產品係咪由官方流出或者係仿冒品。專家表示，警察制服可能被海外詐騙集團利用，用嚟建立假冒執法機構，透過視像通話等方式取得受害者信任。今次事件反映嘅唔止係制服銷售問題，更揭示跨境電商監管嘅漏洞。即使賣家聲稱產品只供收藏用途，亦難以排除被犯罪集團濫用嘅可能。面對日益專業化嘅跨境詐騙，政府同電商平台需要加強事前審查，避免犯罪分子利用制度漏洞，削弱公眾對執法機構嘅信任。國際足聯主席因芬天奴推出改革計劃，打算將世界盃等賽事嘅商業業務分拆至新成立嘅子公司，並引入私人投資者持有最多20% 嘅股份，引發歐洲足協強烈反彈。歐洲足協旗下55個成員協會一致表示將杯葛所有 FIFA 旗下賽事，並要求 FIFA 撤回計劃。根據方案，新成立嘅國際足聯前瞻企業將負責世界盃等賽事嘅商業營運，估值約200億美元，目標今年籌集42億美元。因芬天奴表示，引入私人投資可以釋放足球商業價值，增加對全球會員協會嘅資助，推動各地足球發展。今次嘅爭議焦點唔單止係資金來源，而係世界盃未來由邊個掌控。私人資本或者可以帶嚟更多資源，但投資回報需求亦可能令商業利益凌駕足球發展目標。中國同梵蒂岡持續推進主教任命合作。內蒙古巴彥淖爾教區助理主教段永坤喺7月29號完成祝聖典禮，成為1星期內第2位根據中梵臨時協議離任嘅內蒙古主教。中國同梵蒂岡喺2018年簽署中梵臨時協議，就中國主教任命建立合作框架。雖然協議內容一直未有公開，但主教任命一直被視為中梵關係嘅重要指標。近年雙方透過協議尋求平衡，但協議亦帶嚟爭議。教廷嘅務實策略可能削弱佢長期堅持嘅信仰立場。同時，由於協議內容未公開，外界仍然難以理解雙方權責係點樣分配。未來中梵關係可唔可以進一步發展，將取決於雙方能唔能夠喺宗教自主同國家治理之間建立咁透明同可持續嘅平衡。西班牙北非飛地丘達近日爆發大規模移民潮，幾千名移民喺幾個鐘內透過游水、涉水同翻越邊境圍欄進入當地。越境人士主要為年輕男性，亦包括婦女同兒童。西班牙媒體估計大概有2000至3000人成功進入丘達，而摩洛哥警方就使用催淚氣體同水炮驅散邊境人群。政府其後增派60名軍人同30名國民警衛隊人員，加強邊境安全。事件再次反映歐洲長期面對嘅移民困境，加強邊境管控或者可以短暫恢復秩序，但係難以處理移民潮背後更深層嘅原因，包括戰亂、貧窮同埋發展不平衡。如果淨係依靠阻止非法越境，而缺乏更全面嘅移民管理政策，類似危機可能仍會反覆出現。多謝大家收睇同路點評，每日快速掌握澳洲視角、世界焦點，記得訂閱啦！我哋下次再見。